我们的神将队也入席了。在场的朋友，我们来个热烈掌声，欢迎我们的神将队为我们举行的上菜仪式。是的，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特别。4月初4日，天地開泰，良辰吉日，開光大發彩，係藍仙龍獅體育會醒獅落地點睛開光，點天又靈，點地又靈，點獅又靈，一點天地星，2點日月明，3點驅邪扶正。4點二聽八光靈，5點獅子開口保太平，1點加1點，1點鬼神經，腳踏7星，左青龍右白虎。前朱雀後玄武。